想揾部高效能得嚟又輕到好似無重量咁嘅手提電腦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呢部 Lenovo Yoga Slim 7 Carbon 14 ACN6，一攞上手，哇！以14寸嚟講真係輕到有啲誇張。佢最犀利嘅地方係機殼用咗航空級數嘅碳纖維同鎂合金打造，成部機只係重1.1公斤，放落背囊帶出街返工返學，基本上完全無負擔。不過輕絕對唔代表效能要妥協，睇下呢個14寸嘅 OLED 熒幕，2.8K 高解像度，100% DCI P3 飽和度，顏色鮮豔度好似識跳出嚟咁，睇戲執相簡直係視覺享受。加埋佢配備咗 AMD Ryzen 7處理器同埋16GB RAM 1TB 大容量 SSD 同埋 GeForce MX 450獨立顯卡，日常開10幾個分頁，執下相、打下機，甚至簡單剪片都係一順到底，完全唔使等。老實講，喺市面上要揾到一部有齊碳纖維、高質 OLED 熒幕，仲要只係幾千蚊嘅 laptop， 呢部 Yoga Slim 7 Carbon 真係冇得輸。無論返工定娛樂，佢都絕對係你嘅最佳拍檔。我哋出售嘅高質陳列品型號，外觀媲美全新機，內外整體質量都絕對有保證，係性價比極高嘅選擇。而且包括咗1年人工年零件保用，以及全港首創嘅7天包退保障。如果你唔滿意，都可以喺7日內退返俾我哋，令你買得安心又開心。